想要屋企日子過得越嚟越順，有3樣嘢千祈唔好觸碰。有福唔使奔波勞碌，冇福再折騰都係徒勞。家庭有福，好事自然會上門。第一，家中唔動怒，福氣自然來。一個屋企千祈唔好輕易動怒，屋企入面發火嘅人越多，災禍就越多。成日吵吵鬧鬧，屋企嘅祥和之氣就會被破壞。好多家庭就係淡，為啲雞毛蒜皮嘅小事不停爭執。要知道，冇人願意待在充滿火氣嘅環境。福運財運都係一樣，家庭不和，錢財難以流傳。家和萬事興就係呢個道理。第二，家中唔動怨，禍患自然遠離。道德經講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抱怨係所有災禍嘅源頭。屋企如果成日怨聲載道，人嘅內心就會被負面情緒淹沒，不幸自然會找上門。而積極向上嘅家庭，順應和諧之道，滿屋暖意，幸福感滿滿。窮唔好怪命運，孝順唔好同別人攀比，處境艱難唔好隨便嫌棄伴侶，唔好遷怒子女。遇到問題先諗解決辦法，唔好一味抱怨。所以屋企少啲怨氣，心懷感恩，先係化解苦難禍患嘅良方。第三，家中唔動欲，知足先可以常樂，知足不欲可以長久。呢個世上冇唔幸福嘅家庭，只有唔知足嘅人心。綾羅綢緞都只可以穿一身，山珍海味都只可以食3餐，高樓大廈睡覺都只需要3尺床位。我哋真正需要嘅遠冇想象中咁多。貪心嘅人活得最苦，因為心中嘅慾望永遠填唔滿，錯將慾望當成剛需，越係得唔到，越係掙扎煎熬。別人眼中嘅幸福，可能只係你嘅錯覺。生活唔會按照每個人嘅心意運轉，生活從來不缺幸福，缺嘅係感受幸福嘅內心。一個家幸唔幸福，唔在於有幾多錢，而在於懂唔懂得知足。可以同家人相伴，無病無災，平平安安，就係天大嘅福氣。所以我哋要好好經營家庭，收一顆感恩知足嘅心，唔動怒，唔抱怨，唔放縱慾望，做到淡樣，日子想唔順都難。最後祝願屏幕前面嘅各位事事順心，一順百順。